晨光照大地，人人天朝氣，此際你總會想起麥當勞早餐新鮮美味，每早預備好等你。多歡笑，有麥當勞啦！味道美，有得添飲㗎。是你早晨天地，令你歡笑麥當勞。世界各地嘅人士咧都知道食在香港，咁尤其咧係珍寶海鮮舫，更加係世界知名嘅海上食府。唔經唔覺咧，珍寶已經開業30年，同香港走過無數嘅光輝歲月。以前嘅香港仔咧只係淳樸嘅漁村，自從有咗珍寶之後咧，香港仔就成為世界聞名嘅旅遊熱點啦。當年珍寶開幕典禮轟動全香港，城中名流紳士同政界人士都到場祝賀，盛況空前。珍寶係全球最大嘅海上海鮮舫，列入世界紀錄。響76年就耗資超過3000萬嚟興建。著名嘅龍椅、手工精雕細鑄、巨型壁畫，價值不菲，確實係難得一見。咁所以話咧，珍寶王國係每個香港人 must go 一定唔可以錯過嘅好地方。珍寶唔經唔覺已經開業30年，咁時至今日咧，珍寶唔單止係聞名中外嘅殿堂級食府，咁佢最吸引人嘅地方咧，除咗富有宮廷氣派嘅設計之外，當然仲有超水準嘅佳肴美食啦。位於珍寶3樓嘅中菜廳金鑾殿同太和殿，裝修充滿宮廷氣派，地方足夠延開70席，無論公司或者係私人宴會都咁合適。咁嚟到珍寶咧，梗係要品嘗呢度最出名嘅海鮮美食啦。特別推介火焰醉鮮蝦，廚師咧會即席淋上玫瑰露產生火焰，人人試過都讚不絕口噶。另外，珍寶嘅茶市點心咧都只係15蚊起。嚟珍寶王國咧，有富麗堂皇嘅環境，有頂級嘅美味佳肴，仲有高質素嘅服務。所以話珍寶王國係香港人唔可以錯過嘅好地方。世界知名嘅海上食府珍寶王國一向以中國宮廷式設計聞名，其實呢度仲有別具創意嘅 fusion 菜㗎。嚟到2樓嘅龍軒呢，全層可以容納120人，明朝風格嘅裝飾融合現代化設計，環境清幽典雅。露台位置呢，仲可以飽覽避風塘優美景色。再試埋呢度嘅招牌菜法國乾邑龍蝦翅，真係人生一大享受。咁如果你係想開私人 party 又或者商務宴會嘅話咧，珍寶咧仲會為你特別安排豪華貴賓雙房噶啦。呢度有6間 VIP 房同埋多間 function room， 無論係晚宴、公司春茗或者咧係連夜飯都一樣咁啱噶。嚟珍寶王國咧，有富麗堂皇嘅環境，有頂級嘅美味佳肴，仲有高質素嘅服務。所以話珍寶王國係香港人唔可以錯過嘅好地方。珍寶王國已經開業30年，咁而家珍寶王國咧唔單止世界聞名，咁仲成為咧香港人 must go 必到之地。一向以中國宮廷式設計聞名嘅珍寶，仲係全城最豪華嘅海上婚禮場地添。新人呢喺呢一個海上皇宮舉行婚禮，仲可以喺律師同親友嘅見證下註冊，真係難忘又浪漫。想要金碧輝煌嘅婚宴，就要嚟太和殿同金鑾殿。地方足夠延開70席，如果中意古典風格，可以嚟太白海鮮舫，天花嘅仙女飛天壁畫別具韻味。咁吸引嘅精選婚宴套餐，每席全包都只係4280蚊起咋。嚟珍寶王國咧，有富麗堂皇嘅環境，有頂級嘅美味佳肴，仲有高質素嘅服務。快啲嚟珍寶，留下你嘅甜蜜回憶啦！運動少，周身骨痛，精神敗，冇佢嚟保養，快蒼老，易挨壞。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腳力，調補身體最緊要。病君咁樣點搵食？錯得多，傷氣力，消耗一定要補充，唔使失威卑到極。你哋諗下啦，咦，咪講笑，快啲食魚人參6味巴培元湯，每盒100蚊，係配齊藥材嘅古方補品。
可口可樂霹靂搖搖大出擊，邀請各路英雄嚟參加。多款羅素搖搖，任你揀嚟顯神功。又可將蓋爾麥拉環上嘅標誌配上適當嘅口訣，贏取至尊搖搖同豐富獎品，仲有超過100萬支贈飲等你嚟攞添！各位大小英雄，快啲飛身投入可口可樂霹靂搖搖大出擊！可講的感覺，恭喜你，恭喜你，天丁有發財，紅雞蛋、豬腳薑，加新甜香份來香。喺大丸同食街，聖誕禮品、食品應有盡有，仲有大抽獎，請你暢遊三藩市。大丸同食街咁好安排，千祈咪錯過啊！開心時間嘅開始，興奮地跳，開心的笑，新太園度假村。康樂設備齊，美食款式多，海鮮餐、燒烤樂，樂趣多。元朗新太園度假村，仲有豪華別墅，瞓得舒服，開心的事，人心向往。銅鑼灣名店街，環境優美，如詩如畫，係購物嘅天堂。有各行各業嘅商店，拉法耶利兒公司、Godiva 簡裕花朱古力、Kittyland 兒童天地等等，又係飲食嘅總匯。名店街 Minden Plaza 喺銅鑼灣食街東邊。Talk is not just talk, being there is half the walk. If you wanna know yourself, you gotta do that talking talk. Talk is not just talk, being there is half the walk. If you wanna stay with me, you gotta do that talking. Can we talk? 半溪酒家嘅自助火鍋抵食到飛起啊！你睇下，有咁多好嘢食，真係冇介紹錯㗎。成人每位128 ，65歲以上及小童，仲有特惠價添。唔好執輸啦，快啲嚟九龍塘、沙田或者黃埔花園半溪食自助火鍋啦！ Thank you， thank you。一個要話俾全世界人知嘅消息，義活日即將開始。首先有請7個字嘅電話號碼。嗱，你哋要做嘅呢係，對唔住，你哋唔再要地區字頭。Thank you。而家輪到6個字嘅電話號碼。恭喜晒，你哋可以要埋原來嘅地區字頭。12月30日義活日開始，全香港每個電話號碼都係獨一無二，話俾周圍嘅人知啦。喂啦，喂！龍蝦大王原本香港，漢堡名堂響當當，啲波子老細自捧場啦，龍才女貌拉埋天窗落個興。溫馨家庭好榜樣，人逢喜事精神爽。咁新鮮龍蝦就吔到幾靚啦，上通清蒸芝士焗，滋味人人爭住搶。一齊嚟做下龍蝦香，總之喜事好事，抑或平時嘆漢堡就最啱 key。識飲識食好味道，當然識揀漢堡。維他朱古力奶點解咁好味？如果太多牛奶，朱古力味冇定期，等到朱古力味翻返嚟，牛奶味又唔爭氣。維他朱古力奶有牛奶味又有朱古力味，啱味啱晒你。悠長嘅夏天，天天都咁熱；悠長嘅夏天，分分鐘口渴，即開即飲，認真方便。全新面目嘅雀巢檸檬茶，全部採用新嘅晶瑩茶粒，更加清甜解渴。而家最好嘆雀巢檸檬茶，雀巢檸檬茶，有到涼到落腳。你哋睇見嘛？你哋感覺到嘛？石破天驚，震撼宇宙，5位全新嘅青銅聖衣戰士經已誕生。聖鬥士星矢系列 Bandai 出品，最新推出各款聖鬥士模型，各大百貨公司及玩具店有售。好心急見合個仔同未來心抱啊！用 Willcam 鬆近啲先。出嚟啦！咁老嘅？用16倍鬆睇真啲啦！乜拖住個仔㗎？唔係呢個係嘛？阿爸阿媽，阿仔跟住一個。Uncle Auntie。配備全新 Willcam Project 視訊咗。
星寶16倍數碼變焦 View Cam。拉得真興奮刺激兼夠味，有一個娛樂，共享這伴隨去輕鬆領略卡樂 B 娛樂。卡樂 B 熱朗，辣得有 taste。如果你發覺你嘅子女突然多咗好多錢使，你就要留意啦。毒販專門威逼利誘啲細路去運毒，仲搞到佢哋上埋毒癮添。話唔定你嘅子女就係下一個受害人。舉報毒販，切莫猶豫，請即電5271234或5456182，所有資料絕對。等我搞嚟一啲做人嘅道理啦，男人如果有口氣，追女仔實唔掂嘅，所以就要喺發姣同梅餐之間照粒箭。含北飯北天然薄荷，令你口氣清新自然，記得照粒箭啊！唔知700年，你高龍蛇，收後山頂，收無盆洗到，取紅磚洗到，取瓶磚取入鬧，一樣洗到，洗廚房好，洗廁所好，洗穿梭機兩架都洗到。男仔冇間屋幾大都洗到，幾大都洗得到咋？你間屋估我咁大啩？會多啲啊！加入黑社會，沒有好下場。天真少年好趣致，天天帶來快樂事，日日在健康長大，小寶令你好鍾意。出前一丁，注重品質、營養，特別好味道，由你屋企人嘅笑容之中，亦感受得到。家家食出前一丁，個個實會高興。喺香港，有啲細路不知不覺間成為無辜嘅受害者。佢哋唔係俾人打、俾人鬧，佢哋只係俾人單獨留喺屋企，缺乏照顧。即使只係一陣間，後果可能不堪設想。疏忽照顧亦可能導致虐待兒童。確保子女獲得適當照顧，係父母嘅責任。每年都有好多人無辜俾樓上跌落街嘅嘢掟傷或者砸死，重嘅物件固然足以致命，就算係輕嘅嘢，由高空跌落樓嘅衝力，同樣會嚴重傷人，後果係不堪設想嘅。所以千祈唔好隨手掟嘢出街，同埋要留心唔好跌任何物件落樓下，無論掟嘢抑或跌嘢落街，同樣足以致命。高空墮物足以致命。經得起考驗啊，先至係一級人馬。出線隊伍嚴陣以待，決戰澳門冠軍車隊。19區代表花式競技發揮4區潛能。星期日晚8點35分，強化4區大比拼決賽。而家最好嘆翻陣。係啊，朋友，嘆翻陣啦。漢堡包唔該100%純牛肉㗎，仲要一包薯條，係用美國新鮮薯仔做嘅。加杯可口可樂添啊！咁大份餐5蚊仲有找。而家最好嘆翻陣，麥當勞嘅順利過口味。喺麥當勞唔使俾貼士㗎。嚟麥當勞嘆翻陣，日日都係咁抵。係長城牌火腿豬肉噃，呢餐包你開胃啊！媽咪夾多啲俾我食。呀，長城牌火腿豬肉味道確係唔同㗎。嗱，認住呢隻白豬仔啦。而家3個長城葡萄汽酒樽蓋加3蚊，換火腿豬肉1罐。
領會那輕鬆，會感快樂笑眯眯，從未領會那滄桑，會感快樂大溫馨，共你一起同遊多少年後，同心界邁向前，明日繼續獻出光彩，往新的方向走，齊齊搭住氣爆火車。喂，我哋幫你睇水，包你冇事，好易揀啫。新到 DVD 20蚊一隻，嚟睇埋嚟揀。有冇人走啊？因為夠稱，拉到都過嚟唔入啦。呢度唔關我事㗎，冇話俾我媽知啊！我今年都12歲㗎咋，佢就話冇事㗎。咁你都信？20蚊一隻，50蚊3隻，100蚊7隻，埋嚟睇。有冇人走啊？參與售賣盜版光碟，損害一生前途。哇！手過咗咁多關，點解有樓又有車？好啦，煲遊戲，搏到就打跛腳都唔使休噶啦，搏唔到咧全副身家冇晒，搏唔搏啊？搏咪搏！令到圓圈就你贏，令到交叉就輸啦。貪污後果只得一個，香港勝在有 ICAC。有乜好嘢啱我哋？大快活鐵板海鮮大會，蝦寶大碟、爽口八爪魚，鮮魚柳鮮條嫩滑，仲有勁量級大蝦王。哇！咪成個台都俾你霸晒！仲有新奇士檸檬汁調味添，連配菜同啲餐湯都咁靚，真係嘆過海龍王啊！好係啦，梗係啦，天線無限分佈。無限分，睇快活個海鮮大會咁勁，都冇乜邊度有啦。疏忽大意引致嘅火災，每年摧毀唔少家園。愛護你嘅家園，小心防火。每日竟然有200萬公噸污水同工業廢水不斷污染海港，唔好以為與你無關，好快你會自食結果。小心啲啊！小飯啊，未入嚟啊！哎呀，着火啊 ，Danny 快啲嚟啊！乜咁論盡㗎你？哎呀唔掂啊！喂，走啊走啊，快啲啊！火燭啊喂，走啦！哇，唔掂啊！火燭啊！我呢啲人打999啊！快啲啊！火燭啊！火燭啊喂！你仲搭 lift 爬樓梯咯！快啲喂喂！仔啊睇啦！快啲快啲！哇，有冇搞錯啲塞住晒點走啊？阻塞通道，逃生無門。成日咳嚟啦，飲啲潘高壽川貝枇杷露啦。潘高壽川貝枇杷露係用上等中國藥材製煉，對補肺、除痰、止咳確有功效。有潘高壽川貝枇杷露，即係有咳都唔使怕啦。我買咗部遊戲機啊！切，
都唔係世嘉，你睇下買呢部世嘉，佢嘅顏色鮮豔，記憶系統強大，所以畫面靈活多變。係噃，揀機都係我整啲，老豆。世嘉新帶源源不絕，而家仲隨機附送2款遊戲添。搬屋啊，揾人人啦。咁多都寫住人人，究竟邊間至係啊？冇錯啦，人人搬屋有限公司只得一間。如果揾人人搬屋要認清楚有限公司至好幫襯啊！呢啲要睇真字號啊！以後搬屋最緊要認清楚老字號人人啊！人人組織完善，人人字號老，人人規模大，人人服務佳。搬屋、搬廠、搬寫字樓，請打電話3886883。歡迎你到沙田大圍青龍水上樂園，青龍嘅旋風捲筒滑梯特有立體隧道設計，高度刺激。急流旅程、巨人滑梯、迷你3級跳、花生型泳池，大人細路都啱玩。大公司嘅容納量大，流通量大；大公司嘅銷貨量大，存貨量大。去大公司買嘢可以得到最大嘅利益，去大公司買嘢可以得到最大嘅。咦 ，Judy， 你唔認得我啊？我係 Suzuki 啊。Suzuki。唔好意思，你認錯人啦。吓？唔認？日日飲益力多，有益腸臟，keep 住身體健康，幾時都靚過人啦。全部都係廣告。